听这个孙子哎，见面咱就他说嘛的，然后读名读，来拉都拉的读名读了。这能打某个线吧？能打是的嘛？没话见这个哇？没话见什么就能做事了。能打某个呗？哪见就丢什么？没什么了钱？他们说的可吧你？像什么？可能也有的了。对，就是的。不知道了不对？肯定没。肯定。不知道。我们来啥老总在这拉了9场那个你啊？我的。你给我们买的？你随便呢。爸爸。这个是叫谁做大过的？哪个你这没去捞过的？有。捞的。那先把它。捞的嘞。不进啦。你捞的，那看到的点到我这个东西，你。那买包个就不。买的没了的。买的没。不进啦。这是老大刚看到的呢。刚才他妈的买，你包都对没有了。这他用嘛的拉啥光嘛？包了就土上，你妈的拉用嘛的话，光嘛别的我。你一起没去过的？一起没去过的呗。过的。看你都不点的学了不？不去拉。拉，那我是的。我做。不去喽。谢吧你都多点就用我的手。你听你装上的这哪样情嘛是？装不是干的要加油。要加油，你知道装上个这哪样学的女人没看他？他爹你个爹那边呢？不过包完女儿，你们都给天不在面弄呀，对不对？妈呀，这牛没有这不会拧起来。但也不过可这个女人怕我这玩意儿，包完了这媳妇女。看了，看忙了。爹。我的天，你是啥脸吧，妈喂你？啥脸吧？这是对的，咱老师简直真的啊！是不是的？你对不对？他讲话不对，对不对？对嘛？给兄弟那啥子？我呢？包来啥给听不见，给爹嘴不要求还了的。当然吧，你不是大家没大爸爸的。对没？俺老到那这个来啥个来讲我的这个单位的。爸爸，你没不给我说讲我名呢？说我讲我那老子也举起嘛呢？对啊，举起的女的呢？要不提不着，俺举的对不起女呗。要不提，你看现在也老得来买，一个个都在讲小干部讲南昌估计现在干不着。可以的。那么的。南昌看我现在出血，我在这呢啥？没体育场中了包嘛，退休看不那点去了。退休看不那嘞？那边包来了，就用那退休个就知道了呢。年月岁月。了。多少？听听我啊。那他瞧了，我8万斤了，最么干要8万斤，我讲这对的嘛哇？我叫什么？对。我知道钢琴阿的是琴看的钱子呢。我记打蛮多了。那过了钱那个工作，钱那个，那过钱的那个，钱那个，你讲工作俺在钱里最不讲过的有这，那不拿着。还算。很多月的。很多月。我就去那大理最没没消息。好吧。爹。我见你在这个店里把这的嘛喂你，我的。都有见面的，你的要求的，你店里买的是。妈的，可有百块工的，挺多贵。没有挺多贵。快工的了。快的没那人吧？来你也对的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？他这里不会包随便东洋人的。他包嘛，这边那天我那一上去就打光光那里。是那。